开始来关心有一个70多岁乌吉桑洪指控讲，伊伫代替家己的大拿火车头内底骑脚踏车，叫站务人员主动了后，刷起脚动手共拍。昨昏当地议员江志明接受这个乌吉桑的陈情，带10多人去车头，想要当面讲好清楚。若调解的过程是引起争议。即马民进党中央有发文谴责，嘛要甲江志明送评委会处理。江志明昨暗有伫面册会室内，伊讲伊嘛真无奈，家己公亲变事主。这个70岁阿伯，第一日伊伫咧代替家己大拿火车头，因为伫咧站内骑脚踏车去用阻挡，怎甲一个查某站务员拍。伊讲伊有小儿麻痹，敢若会当用这种脚踏车来代步。拜日下晡，伊甲当地议员等10外个人，搁转去车头，搁一届伫咧车头内底骑铁马。而且对这个查某站务员是真无客气，一直到代替报警才才离开。下车就是要大家拍方便嘛吼。你要不可以骑啊？你若看伊这都无法度行，就是代步就是这台脚踏车。打开一下。我们这边我们行车重地哈，会影响行车，我必须要顾虑旅客的安全。对。迄当阵一群人想要入去行车室，甲代理站长反映，毋过去互拒绝。因为警察嘛有去现场关心，嘛请相关的人士离开。咱是要来甲讲，咱让咱大家人行得方便嘛。民间团体交侦证书互代替，呼吁代替对待新障者应该采取更较人性化的措施。不过代替产业工会讲，这个站务员已经去互攻击甲恐吓3届啊，而且这个老阿伯并无要坐火车，已经真侪届用这种方式伫遮来去。站务员是依规定甲伊扣劝。尊重大家对于辅具的认知，可是直接去打人这件事情就是不对的。如果他是因为有爱心服务的需求需要上下车，那我们就有爱心服务的流程。我们那个铁路警察局会加强他的巡逻。民进党籍议员江志明在协助处理纠纷的过程当中，伊的行为是引起各界的议论。民进党中央在第一时间查明身份了后，对江志明不当的行为是大力谴责。嘛，请家己县党部随做调查，而且移送评委会来处理。因为江志明伫今仔日透早发文表示，伊无应该互已经有纠纷的双方伫咧紧张的关系之下，搁一届来见面，搁再造成伤害。应该爱搁较有智慧甲专业来处理各种真正的案件。嘛，甲代替大拿的站务员，也搁有所有受牵连的人员回室内。记者综合报道。